來看委內瑞拉連續發生2擺的地震，這個規模是100年來上界嚴重。也根據上旬的統計，這個死亡的人數已經來到1430人，3000多人受傷，也閣有5萬人找無。當局是繼續搜救，是有傳出好消息。在昨昏甲今仔日，攏總有2個幼囡仔甲伊媽媽互救出來，甲厝內人來團圓。就是這真大聲的哭聲，互救援人員真大鼓勵。這9個月大紅姨啊，佇甲媽媽鬥陣互缀佇個磚瓦內底，將近3天了後，終於互救出來了。堅強的性命力甲媽媽的保護，互伊敢若受到一點仔輕傷。當伊老母也互救出來時陣，現場傳出熱烈的破聲。另外前一天，另外一個佇同濟區拉圭拉出生才18天的紅姨啊，也互帶32點鐘了後，身軀攏無受傷，互救出來。現場着急等待爸爸，完全唔敢相信，甲囡仔抱着咧，歡喜甲流目屎。1點鐘了後，伊媽媽也互救出來了。也毋過委內瑞拉這場敢若像釋放120粒原子彈的強烈地震。演像這款親人互救出來機會並無多，尤其是佇同濟區有一寡厝原本內底是2-3公尺懸，陣地震倒去了後，跌甲扁扁，敢若剩一個人看會使軟落去。也這陣時間1分1秒過去，佇外口着急的家屬心肝敢若倒咧寒。Sin embargo, cada vez de manera más débil, a esta hora seguimos sin respuesta. Intentaron acceder unos voluntarios por la parte del frente, no lograron llegar al lugar, creemos que está en un sótano o detrás de algún ascensor, por la parte de atrás van a seguir intentando.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最新的估計，這場連環的強烈地震為美國帶來實體損失會到大約2117億，相當 GDP 的6%。也若總體經濟影響，恐驚會來到直接損失的1.5倍到3倍。雖然72點鐘的黃金救援時間已經結束啊，也毋過1600個外國救援隊前前後後趕來委內瑞拉加入救援，意外一直有傳出好消息。當大家對磚瓦下面聽到這11歲查某囡仔的聲音時，哥倫比亞救援人員規個精神攏來了。這真好運的囡仔拄好秘佇個蘇拉布的棚內底，所以講無受傷。也若西班牙軍方的救援隊也佇一個老的婚姻人紅帶將近72點鐘了後，要甲伊救出來。另外，真濟志工也來到首都卡拉卡斯東部的阿爾塔米拉礦場，因設立物資中心，甲民眾一直送來愛心的這關鍵物資，甲伊分好好，甲伊包起來。另外，大樓外壁的所謂看板也看到一直佇輪流播送找人的起訴。有志工講，因活來代表伊也閣有使命還未完成，盡應做就是搶捲起來盡一份的心力，陪伴受災者來度過這擺難關。公視新聞王如梅編譯。